蚵仔因为营养丰富，而且滋味鲜甜，一直有海中的鱼呢称号。目前正是蚵仔盛产的季节，为推广在地品牌台南蚵，市府农业局2月7号，在七股龙山里的渔民活动中心举办台南蚵的创意料理，邀请到当地渔民、店家甲市长黄伟铁共同来制作蚵仔的珠宝盒，为台南的蚵仔来行销。有请咱的韦哲市长吼，甲咱老板娘吼，咱的记者朋友去一个赏一个。哇，真正足好食的这个料理吼，也就是咱的珠宝盒。台南的科由于不管是在安平或者在七股沿海、北门将军沿海，因为它的水质特别好，农民对，而且它有潮汐，包括有这个潟湖，所以对于科的养殖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那水质的纯净，因此呢，台南科过去这个希望大家，我们是真的说起来是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但是要打开知名度，需要大家各位吃货来带货，所以才能打开知名度。那台南科我们已经正式开始用台南科的名称来行销台南的许多鲜科那这个台南科呼应着对照着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南科，我们也有这个南科，就是台南科。那台南科的料理很多包括我们蚵仔糜啦，这个蚵嗲啦，蚵仔酥啦，这个珠宝盒啦，还有蚵仔碗粿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脍炙人，这个非常让这个饕客津津乐道的，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试一试，在蚵仔最肥美的季节来吃一吃来台南吃南科。市府农业局表示，虽然台南蚵伫溪南甲大北门地区养殖的方式无同款，不过因为水质好，加上潮湿的关系，台南蚵仔的品质每一粒拢相当的拔甜。我们现在其实水产也做得非常的好，不管是生鲜的、冷冻的，或是我们现在在推的单体牡蛎，就是大概可以养到手掌这么大的蚵仔现在在夏季刚好是台南科盛产的季节，欢迎大家来台南吃。我们自产自销台南科，也是用行动支持我们在地的科农。现场的活动除了蚵仔糜、蚵嗲、蚵仔酥，另外店家还佫推出蚵仔的碗粿、蚵仔大汉堡等创意的料理，展现对产地到产地丰富的样貌。这届串联超过50间在地餐饮甲养殖的业者，共同推出台南蚵的多元料理，欢迎全国的民众把握蚵仔盛产的季节，到大北门地区来品尝上在地台南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